是个文创2021年初开幕的魔法工厂，其中魔法的场景搭配上帝画作，除了定上台湾翕相打卡上新的焦点。每到假日，更是观光客一定要来参观的行程。而原本以魔法图书作为墙面的装饰，现在甲正大书城合作，实际展出12种系列，高达2000多本的册子。11月中旬，市营运较大，亲子绘本一礼拜特卖130本，比实体店面较热销。所以是讲为了宣传这款结合魔法、文学甲艺术的气氛，记者会中也安排莎士比亚文学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所改编趣味的戏剧表演。原来我就是那盏光。你就是那盏光。罗密欧，罗密欧，为什么你是罗密欧？这要问我爸爸，问我妈妈呀。如果你可以为了我放弃你的家族，抛弃你的祖先，做我的爱人，做你的爱人。那这次策划的主题呢，也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魔法工厂里面的主题，它就是一个魔法藏书阁的概念来组成，所以呢，透过这样子原本虚体的概念呢，来结合政大书城这一次实际的有2000本书籍的一个进驻，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个书籍文化。魔法工厂从开幕到现在呢，吸引这么多人来，其实主要呢是在台湾这个地区呢。目前以这样子虚拟的一个打造一个像电影场景的一个环境呢，其实算是比较少数的，所以呢，引来了很多的网红啊、网美啊来这边拍照做一个打卡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景点。是个文创除了发扬台湾国家艺术，受到国内外瞩目。近年来，建议各种极限的设施来吸引游客。这摆嘛，难得将册引进园区，定期将到1月22号。正大书城表示，因为这款配合效果真好，所以预计每年儿童节或者是暑假期间，将以无同的主题持续合作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